你是不是也觉得特别奇怪？明星明明每天都想吃咸蛋一样，暗示吞下那些瓶瓶罐罐的钙片、维他命，用心程度比谁都高。怎么这双腿反而越来越不听话了？不是半夜突然抽筋痛醒，就是白天走路感觉脚地发麻，像踩住一团厚厚的面花，心里总是空空的，生怕哪一步没走稳，就啪的一下，整个人摔在地上。我们这个年纪摔倒可不是消食，多少人就是因为这么一跤，从此告别了能走能跳的日子，生活品质已落前涨。于是我们拼命抓着救命稻草，听信各种广告、专家的建议，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保健品上，以为吃的越多，身体的保护层就越厚，就能锁住青春，买来平安。这几乎成了我们每个人心照不宣的健康意识。但是，朋友们，今天我必须残忍地解开一个被报检品厂商可以隐藏了数十年的惊天秘密。在接下来的影片里，我将用最直接、最震撼的方式为您道出借萧无中正在悄悄啃噬你腿部肌肉、马背你神经的健康补品。请你务必看完，因为今天能将拿回自己身体的知情权，学会如何多开那些化疗前还埋最瘦的致命陷阱，并得到一套真正能让你双腿有力、健步如飞的科学方案。先等一些哈呀！在进入主题前，如果您关心自己的健康，请先点击订阅键并开启通知，因为在这里我们解释了许多人不愿谈论的真相。我也希望知道您是否愿意与我同行。如果您正观看这段影片也感同身受，请在留言区输入1，若不然则输入0。若您也受类似疾病的困扰，请在留言区留言，我将尽力回复您的问题。我们都怕老，怕给子女添麻烦。电视上、网络上天天都在轰炸我们，骨质疏松、肌少症、退化型、关节炎，这些冰冷的医学名词，就像一个个恐怖的标签贴在我们心上，让我们焦虑不安。我们亲眼看到隔壁的林伯伯去年还能到处走动，今年就离不开轮椅了。我们亲耳听到亲戚张大姐只是玩要抱了一下孙子，要追究压缩心骨折了。这些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让我们对衰老充满了无尽的恐惧。就在我们最脆弱、最需要方向的时候，保健品营销来了。他们像救世主一样，用最温暖、最动听的承诺，把维持健康这件复杂的系统工程，粗暴的简化成了每天吃几颗药丸。呸！一瓶不该骨骼强健，远离骨折；一粒维他命，对抗自由基，获利无限。这些口号喊得响亮，仿佛只要我们乖乖掏钱，把这些五颜六色的胶囊吞下去，就能买到健康，买到心安。一个看似简单又有效的健康神话，就这样俘虏了我们所有人。然而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我们的身体是上帝创造的最紧密的一起，它需要的不是粗暴的填压，而是智慧的平衡。错误的补充不是保养，
而是一场你根本没有察觉的还慢的自我毒害。今天就让我们拿起手术刀，从排行榜的第5名开始，一个一个把这些披逐健康外衣的隐形杀手彻底解剖开来，保健品陷阱揭秘。正在麻痹您双腿的5大院兄弟，5名维生素6神经的麻醉剂，排行榜第5名是一种很多人都觉得绝对安全的好东西——维生素 B6。广告说它是快乐维生素，能帮你睡得好，还能保护神经，多棒，对不对？但惊人的反转来了。日本以为权威的抗衰老专家就曾严厉警告，长期大剂量的服用维生素 B6 补充剂，它会从神经守护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阴险的神经麻醉剂。它会悄悄地攻击你的周围神经，尤其是那些控制你双腿感觉和运动的精密线律。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脚底会莫名其妙的发麻，像有几千只马一在爬，或者有整次一样的通感？走路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平衡感变差了？要么黄黄的，重趴摔倒。小心，这可能就是 B6 的神经斗型在作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用一个比喻，你马上就懂了。我们的神经就像家里电器后面那根精密的点线，外面包着一层叫做砷。这种体是脑神中巧中的绝元素叫皮。这层皮至关重要，它能保证大脑发出的指令讯号可以快速、准确地传递到你的退焦，而过量的维生素 B6 就像一种化学溶剂，会慢慢地把这层绝缘皮给腐蚀掉。一旦绝缘皮破损漏电了，神经讯号呢就会变得混乱不堪。大脑明明让你太腿向前走，传到脚上，却可能变成了抖动和麻木。这就是医学上说的周围神经病变。它是一种累积性的伤害，等到你发觉时，损伤往往已经造成了。那怎么办？答案简单到让你意外。维生素 B6 在我们的食物中太普遍了，你根本不需要额外花钱去买。一根香蕉、一块鸡胸肉、一条鲑鱼，甚至一把鹰嘴豆，里面的 B6 就足够你一天的需求。从食物中来的 B6 是绝对安全的，因为它有其他营养素的陪伴，身体会智慧的只吸收它需要的量。所以请立刻检查一下你家的药罐子，停掉那瓶高剂量的 B6 吧啊！回归天然的事物才是真正的王道。第4名，维生素胃循环的独裁者。接下来排行榜第4名是一个名气响当当的超级明星——维生素一说。其他所有人脑中浮现的都是抗氧化、抗衰老、保护心血管、让皮肤光滑，简直是我们中老年人对抗岁月的秘密武器。很多人每天坚持吃上1粒，感觉自己离衰老有远了一步。然而，我要告诉你一个让你脊背发亮的真相：你吃下的是什么？是那些大剂量的人工合成的维生素医药丸吗？那我告诉你，你吃的不是保护伞，而可能石都药。它会变成毒塞你退不为循环的元凶。它会直接干扰我们身体里另一种默默无闻但至关重要的维生素——维生素 K 的吸收。
维生素 K 是干什么的？它是我们血液凝血系统的总司令。一旦维生素 K 的功能被维生素 E 这个不速之客给废了武功，你的血液就可能变得过稀，肌肉力那些最细小的微血管就容易出现循环障碍。这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它带来的不是健康，而是疼痛；不是活力，而是降瘾；不是长寿，而是这么，你的腿部肌肉就像一片的不到充足灌溉的田地，会逐渐变得缺血缺氧，于是酸痛无力，沉重干斗找上门来。你有没有过哪种感觉？晚上睡觉时推不知道该往哪方，又算油胀，这就是典型的不住推综合症。很多时候就和这种营养失衡有关，长期下来，肌肉功能衰退，平衡感自然也就越来越差。那么正确的做法是什么？立刻抛弃那些化学合成的维生素以药丸，真正对我们有益的是来自天然事物的复合维生素以家族，记述着几样宝贝：葵花籽、杏仁、核桃，还有深绿色的菠菜。这些是物理的维生素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它们互相配合，安全又高效。而我们花大钱买的保健品，往往只是这个家族里某一个被单独分离出来的成员。剩余份效果打折扣，不说，还隐藏着颠覆你健康的巨大风险。第3名，铁极，肌肉的生修加速器。我们继续解谜排行榜第3名。这个东西是很多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深信不疑的不起血神品铁。只要一感觉头晕眼花，浑身没劲，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是不是贫血了，得赶紧补贴。这个想法治对了一半，但错的那一半，后果却非常非常严重。真相是，欧洲意象长大1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在根本不缺贴的情况下盲目补贴，这些多余的贴就会变成一种极其恐怖的自由基炸弹，在你的身体里，尤其是在你的肌肉细胞里，到处点火高破坏。这个过程，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氧化印记。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家院子里的铁栏杆，风吹雨淋久了，会怎么样？会生锈，对不对？变得又脆又难看。我们的肌肉细胞，如果里面有多余的铁粒子，就会发生完全一样的生锈过程。这种生锈会直接攻击我们肌肉细胞的能量发电厂，线离题，让你的肌肉根本无法有效产生能量。结果就是你明明什么重活都没干，却总是感觉双腿像关疗钳一样沉重，酸软无力，走几步路就想坐下。更可怕的是，这种氧化损伤是全身型的，它还会攻击你的肝脏和心脏，让你整个身体的衰老程序按下快进键。所以关于补贴，请你在心里可下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先检测，再补充。一定要去医院抽个血，让医生判断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缺铁性贫血。只有在确诊之后，才能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贴剂。千万不要自己当医生，凭感觉乱补。
如果真的需要，也请优先从事物下收鸡块。牛肉、一血竹竿，或者多吃点菠菜和黑木耳，都是最安全、最高效的补贴来源。把钱花在体健上，而不是花钱请一个破坏大王进到你的身体里。第二名，维生素 D， 血管与肌肉的水你关注者，气氛越来越紧张了。排行榜第二名这个东西和我们即将介绍的第一名，简直就是一对乱生杀手。它就是维生素 D。这些年，维生素 D 的地位被碰上聊天，被称为阳光维生素，是不该的黄金搭档，强骨放衰的第一功臣。几乎市面上所有的不该产品都会特意标注特别添加维生素的，这听起来简直是天作之合，完美无缺，不是吗？但是朋友们，魔鬼永远都藏在细节里。维生素的确是能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但如果不得太多太猛，它就会从一个尽职尽责的建筑公彻底黑化，变成一个疯狂的部分青红皂白的半晕工。它会把你血液里的钙疯狂的搬到它根本不该去的地方，比如你的肌肉、纤维里、你的血管壁上、你的肾脏里。这个恐怖的过程叫做软组织钙化，它所引发的就是知名的高钙血症。你仔细想一下，我们本来柔软、富有弹性的肌肉，如果里面被枪支塞进了很多像沙子一样坚硬的钙质颗粒，会发生什么？你的肌肉会变得僵硬、疼痛，甚至萎缩。你有没有觉得膝盖和关节活动起来恰恰的不顺畅？小心，这可能就是该沉淀的讯号。再想一下，我们本该畅通无阻的血管，如果血管壁上像老旧水管一样结满了厚厚的水沟、钙化板块，又会怎么样？血管会因化边摧，不但严重影响腿部的供血，还会让崩挤、更塞和中风的风险暴增。这就是一场由维生素 D 过量导演的你身体内部的钙质大内乱。那我们该怎么办？对于维生素 D， 必须牢记两条铁路：第一，测浓度；第二，小剂量。最安全、最天然的获取方式，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晒太阳。每天在非正午的时间，不涂防晒，让胳膊和腿接受15到20分钟的阳光浴，我们的皮肤自己就能合成足量的维生素 D。如果确实因为各种原因需要补充，也务必先去医院检测血液中的维生素 D 浓度，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从最小剂量开始补充。千万不要自己去药局买大剂量的维生素 D 来吃，那不是在强骨，那是在给自己的血管和肌肉灌水呢。第一名，钙片，骨骼的白色谎言与双腿的终极杀手。现在凭着你的呼吸，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到底是什么东西超越了前面所有选手，成为了摧毁我们腿不健康，让我们跌到风险倍增的排行榜的一名的头号元凶？在揭晓答案之前，我请你先想一个问题：在所有的保健品里，哪一个是你最没怀疑过？我靠，甚至觉得吃得越多越好的？没错，答案揭晓，它就是我们最熟悉、最新来
几乎每一个中老年朋友的餐桌上都有的。该片，你是不是大脑一片空白？是不是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该仿古之属颂。这句话我们从年轻听到老，怎么该反而成了最危险的东西？对，这正是这个白色谎言最高明也最隐仙的地方。它利用了我们对谷歌健康的集体焦虑，却可以隐瞒了那个足以知名的关键秘密。这个秘密就是单独疯狂的大剂量不该，而不同时补充它的2个黄金大档：镁和维生素 K2。你吃下去的这些钙，绝大部分都进不了你的骨头里，它们会变成一群米料绿的、极具破坏性的钙离子大军，在你的血液和软组织里横冲直撞，而它们最喜欢攻击的软柿子就是你的肌肉。我在用那个盖房子的比喻，你这次一定要听懂。我们的骨骼是一栋房子，盖是盖房子的红砖，但是光有红砖能改成坚固耐用的房子吗？绝对不能。你还需要谁呢？差不扣剩下就把它，也就是矿物质镁，来把转头牢牢地粘合在一起。光有那啥水呢和转头还不够哦，你还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工头，也就是维生素 K2，来智慧这些材料精准的送到谷歌这个建筑工地上，而不是堆在马路边。现在你想想，如果你只疯狂的往身体里运红砖、钙，却没有足够的水泥、镁和公头，K2会发生什么？那这些无家可归的转头就会被错误的堆积在身体的各个角落。对，在肌肉里，你的腿就会莫名其妙的抽筋、僵硬、疼痛。你半也被推抽筋痛风，以为是缺钙，结果越不该越抽筋。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了？好，菠萝吗？因为你不得钙圈跑到肌肉里作乱区了。这才是导致无数中老年人腿脚不便，也不能没得真正元凶。所以不该的唯一真相是系统性补充，而不是单一慢感。你需要的是一个平衡的团队，而不是一个孤单英雄。那当你想要补充钙质时，请务必确保你的饮食或补充机同时含有足量的镁和维生素 K2。更好的方法是回归我们祖先的智慧，多吃天然高钙食物，比如连骨头一起吃的小鱼干、弄回来的传统班豆腐、一小巴黑芝麻。这些食物离钙、镁等矿物质的比例，本身就是大自然设定好的最完美的黄金比例。告别至上水，众多健康主导权，3大黄金法则，揭露了这么多骇人听闻的真相。你是不是看着自己桌上那些瓶瓶罐罐，心里开始发毛，甚至有点后怕了？别担心，更不要饮夜飞时，从此什么事都不敢碰了。从现在起，只要你牢牢掌握接下来这3条黄金法则，你就能彻底摆脱报检品的营销现金，把健康的主导权中心夺回到自己手里。第1条黄金法则：天然的永远是最好的。请你心里永远记着这句话。大自然才是最高明的。药剂时，我们的事物就是上帝的药方。无论石钙、铁还是各种维生素，在天然事物中，它们都是以一个最平衡、最容易被我们身体识别和吸收的复合提醒式存在的。
所以把买保健品的钱剩下来，去菜市场买更多样、更新鲜的深绿色蔬菜、当季水果、优质瘦肉和全谷物吧。第二条黄金法则：检测而非猜测。你的身体到底缺什么，不缺什么，不是凭你的感觉，不是凭邻居的推荐，更不是凭点是广告的宣传说了算。唯一能告诉你真相的，就是科学的血液检测，花一点小钱，定期去医院做个体检，看看你的维生素、D水平、血清铁蛋白、血钙、血镁的浓度到底是多少？这才是真正的精准保养，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第三条黄金法则：运动是最好的营养催化剂。你吃进去的再好的营养，也需要透过良好的血液循环，才能被运送到全身各处去发挥作用。而促进血液循环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迈开你的双腿，适度的运动。比如每天快走半小时，练练太极拳，做做拉绳，不仅能直接强化你的肌肉和骨骼，更能让你吃进去的营养真正活起来，变成你身体的能量。它比任何昂贵的步频都更有效，而且完全免费。最后，让医生做你的健康领航员。我们强调了这么多，最终还是要回归专业。保健品，尤其是在你已经有慢性病或者正在服用其他药物的情况下，绝对不能自己乱吃。在你决定要补充任何一种营养素之前，请勿比拿着你的体检报告去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专业的营养师。他们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出最安全、最有效的个人化建议。这才是对自己生命健康最负责任的态度。朋友们，讲到这里，我想我们都应该彻底明白了，我们追求健康，目标不是吃下最多的保健品，不是让体检报告上的每一项指标都达到最高值。我们的终极目标是维持最佳的身体功能和最高品质、最有尊严的晚年生活。真正的健康不在于你餐桌上药品的数量，而在于你脑海里科学的智慧。衰老并不可怕，它只是生命场合中意到自然的风景。真正可怕的是面对衰老时的物质、焦虑和盲从。从今天起，就让我们一起告别那些被夸大、被扭曲的商业宣传，用知识、合理性来武装自己，夺回我们身体的自主权。请你相信，你的双腿不应该被疼痛和物理所束缚，它应该带着你去看看还没看过的风景，去逛逛热闹的市集，去和老朋友们泡茶聊天，去自由自在地享受生命中每一个美好的清晨和黄昏。你的双腿是用来丈量世界、拥抱生活的，而不是让你因为害怕跌倒，被困在沙发和轮椅上寸步难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影片像一道光，照亮了你心中的一些迷雾，请一定要把它分享给你所有你关心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打破这个流传已久的白色谎言，别再让更多的人花冤枉钱，受冤枉。醉了，祝福我们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一双矫健有力的双腿，
和一份健康长寿、自由摧残的幸福晚年。